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阿公来开讲这个单元，由阮邀请到大团队来甲咱分享，来解释到演艺的智慧。大团队你好，诸位亲爱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首先要先请教大团队吼，一句谚语：三色人讲四色话，这句话什么意思？三色人讲四色话，意思就是讲。人三个讲四种意见，表示讲人真济，意见真济。当时咧开会时阵，咱就知影吼，一人一个意见讨论几步无一个结论。所以三色人是在讲四色话吼，这人的头脑讲起来实在是真精密哦。天顶的神互人足聪明的吼，所以人的想法真济吼，讲出来吼都无共款。不过有足济人提供意见，这也真好对无吼？所以圣经这个箴言15章22节有咧讲，无事若是众多所无乃成。意思是讲，然后足济人吼做你的军师甲你提供意见，甲你提供一寡计谋那安尼你要做一项代志，会当做你较好，做你较完备做你较水所以有当时咱计划要做啥物代志，有足济人甲咱提供意见吼咱讲集思广益，集思广益吼迄就是互人会当得到真好的方法来完成美好的事吼。在这个圣经的箴言24章第6节，也嘛咧讲无事若是真多就会当打胜仗，就当小战会当打赢。所以咱今日嘛是同款，小战毋是干那靠气力呢，毋是靠兵器安尼呢，要靠智慧、靠武力所以无事若多咱就会当打胜仗，会当战赢。所以三色人讲四色话，有当时咱感觉讲按照我意思做就好啦有人是这个款心理其实无一定你想的上好你讲的无一定对所以有别人甲你提供意见，这是好代志所以聪明的主管伊唔惊这下骹手的讲一寡反对的意见，伊颠倒会当采纳一寡好的意见来完成一项美事这句话讲三讲四唔对。三讲四唔对即是讲讲话的时阵错误百出愈讲愈错啦。这人有当时就是安尼互人说讲清清彩彩讲愈讲则愈唔对这款代志常常发生的这咱知影这史书内面有咧讲知己为知己，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讲知影就是知影。唔知影就讲唔知影这就是真正知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也是你甲咱讲话实在爱实实在在啦唔通三讲四唔对清清彩彩讲乱乱讲这唔好圣经耶稣就讲马太福音第5章37节了讲讲你的话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那搁做讲就是出于迄个恶者，就是迄个为恶者出来的话啦。迄个恶者是指着魔鬼话啦。人若是胡白讲无要讲老实话人讲一寡白贼话要共欺骗，迄就是出于恶者，为恶者魔鬼讲出来啦。所以有的人三讲四唔对，迄是因为伊都无想要讲实在话讲来讲去所以讲到尾另外一句话讲，这个三讲四闹鬼，你愈讲就愈闹鬼，因为你无要讲实在话真简单，讲有个人去到人兜拄仔咧食饭，甲阮做伙来食饭伊讲我食饱你食饱你倒倒食的我倒伫外口遐路边迄面搭食面啦，你是倒一面搭？阮这附近都拢无面搭，你哪食面？大概啉四排啦，啉四排路边啦，无可能啦！阮遮哪有可能讲有迄个面搭会使摆出来，警察拄仔来掠？哪有可能？被骗愈骗就愈济，爱骗愈济话啦！所以三讲就四唔对咧三讲就四闹鬼愈讲则愈闹鬼这人是有诶生囡仔讲真晚转来，因妈妈干嘛？你去倒位安尼才晚转来？煮读了都爱紧转来，无转来。我去美玲因兜啦，你黑白讲，我头仔敲电话去美玲因兜，讲你都无去遐咧好啦，因妈妈唔知影啦，人我甲美玲去因兜啦，哪有可能？我下去就是美玲接的，
那有影讲你甲美玲去因兜，因妈妈唔知影，若美玲就讲你无去咧吼。所以讲有当时啊，愈白贼愈爱用白贼的话来解释你的白贼，所以愈讲就愈唔对，三讲就四唔对，三讲就四老去，人往就是即款爱讲白贼讲白贼了对家己嘛无啥物利益。圣经时代毋是甲咱讲咱信耶稣爱用心灵甲诚实拜神。因为神都知影你有实在啊，无实在啊。你所行所做，神拢有了解啊，神拢伫甲你监察啊。所以人袂使骗神的啦，骗人或者有办法咯。但是定定就是三讲四唔对的，三讲四老鬼但是你骗神绝对无可能啊，因为神无所不知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会互你欺骗去呢？一句话讲三讲四加六，这什么意思？三讲四加六，三讲四加六的意思是讲。直直讲，搁较讲都讲袂完整啦，加漏就是落去啦，安尼某一部分讲无对，落去，三讲四加漏，就是讲交代袂清楚啦，搁较讲都讲袂清楚吼，有的人吼，讲起来实在无即个讲话的即个能力，无即个表达的即个能力，所以有当时啊，你叫伊说明一样代志，讲一样代志。就讲袂好哩，我讲就讲袂完整所以偏偏你报告这样代志，有的人几句话就报较清清楚楚，有的人搁较报告就报告袂清楚。咱若会了解讲有的老师嘛共款，老师若教教讲较真清楚，逐项拢讲着。有的老师就是三讲四加六，搁较讲都讲袂完整，囡仔嘛听袂清楚。所以这个讲话实在是学问啦当然，咱更较要紧，就是爱祈祷求天顶的神，互咱有一粒这个良善诚实的心会做人会当实实在在，咱讲话实实在在会当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直人，这才是上界大的福气。所以今日先感谢罗坛就甲咱分享到这四句谚语三色人讲四色话，三讲四唔对，三讲四漏气。三讲四加六这几句话，确实也对咱人生生活中间有真大的帮助，也会当伫各方面的这事项顶面做真好的学习。真感谢罗坛长。关心树林聪明智慧口才，大家平安，大家平安，谢谢。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当你失望的时候，想找谁说？当你渴望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丢掉的时候，想找谁说？找个人说一说，别独自在伤口上抚摸，他把碎落了一地的心，狠狠地把它送走。找他说一说，让他安慰你心中的痛，将痛哭诉的电话，因为这世上只有他懂。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当你失望的时候，想找谁说？当你渴望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丢掉的时候，想找谁说？找个人说一说，别独自在伤口上抚摸，把
哪怕碎落了一地的心，狠狠地把它送走，找他说一说，让他安慰你心中的痛，像痛哭诉的电话，因为这世上只有他懂。当你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别以为自己可以独自承受，只要伸出救助的双手，他会带你一路走过，走过。当你渴望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